为新年嚟做嘅户外实践节目，特辑都会带领大家去到台湾各地来探险。来参加嘅一啲小朋友会伫烦恼嘅路上接受各种挑战哦。有的任务爱自家完成，有的任务就爱同朋友向下合作。除题爱比户外发通，还爱比文学、美学、操作同观察力。你要向下来去看那人大家成长嘅素材。好，准备好了，出发了，可以开始飞出发。那出去，然后才坐上去，对。上一集經過激烈嘅比賽，雖然一開始分數低下，也做無遇到嘅少，不過佢還係得到好成績，搶視亮先。阿片人雖然將正式加入來，不過佢前面古腳到第二名。今日頭一個任務為到台東森林展開，大家向下等等來看下到我用勇毅嘅表現。剛騎鐵馬道的時候。就是看到了，就是一个旧的铁轨，然后上面有树荫遮着，还蛮舒服的，而且旁边还有种花，所以有一些淡淡的花香。就是这次比较没有什么上下坡，所以心情也比较轻松一点。我觉得它那边的绿色植物很多，我觉得让人看起来可以让人打起精神。台東森林公園逃避南海嘅出海口，公園東側呢度有三草湖，一係潛水流出來形成嘅琵琶湖，二係本單係南嘅鐵，關於同佢整治過後嘅柏殼湖，三係人工開嘅做得攀各種水上發通嘅搶水湖。搶水湖嘅水面係地下嘅潛水，也特別有豐富嘅生態。故手做唔得做有動力嘅水上發通，咪希望大家唔好過防曬油落啲水料度哦。火腿湖嗎？對啊。火腿，你們好棒哦！火腿湖到了，我也很會。我們進入台東市這邊森林公園這個地方，特別有名的活水湖。好，停定就會來開始頭一個任務。大家連定走到浮板巷比數挖腳，雖然按錯過後就換下嘢，限時30秒。喺講30秒內冇按錯，聽錯愛倒進來，速度卡夾嘅水達3人的1分。加油！猜拳決定誰先誰後。先還是後？好，好，綠色開始準備出發。哎，我先跑。好舒服哦！我踩在地板上。哎，这个水应该蛮浅的吧？应该还蛮凉的吧？大概是你3個人的高了。然後我要這樣3個人的高哦。對啊，就是你3倍了。好了，不要倒，這樣子拉就好了。好，就這樣，我這樣想過。我可以直接穿下去跳進去。第一棒，計時開始。快點！我們滑下去。到這邊去。哎，你看，滑倒，他非常的太优秀了，没错。不能用跑的，不会了，不能用爬的，你们这样看。菲菲好强哦！不错哦，加油！来做答题准备哦，准备要开始哦，计时开始。
加油！皮子，Go！ 太好玩了！爬的，用爬的。开始。什么？胖子，快点过来！赶快回来！还没答对，回来干嘛？回去，我赶快！快点，快点！入水太好玩了。兔子，青蛙，赶快回来！快点！加油！重心放低一点！用爬的！加油！我们两个有开路，赶快冲过来！跑过来！赶快过来！好玩哈！加油！加油！赶快！来！好，计时开始，答题计时开始。猴子！看不到，不可以讲话。来，准备计时停止哦。计时停止。好累哦！你的感觉怎么样？落水的感觉怎么样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想快，但是后来就是落水之后就不敢太快，但是落水那一瞬间超刺激的，就感觉自己在往下掉，还蛮好玩的。我们刚刚看了绿队的，有没有什么想法或策略呢？没有策略。就是不要犯跟他们一样的错误。OK， 好，计时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好可怜哦！滚得更快！快点！快一点，快！我知道，快一点！什么鸟？山！
你慢慢扶过来。我敢过去。这样算斜吗？好可怕！手表，时间，好难哦。时间哦，那你看，敬礼鞠躬，游泳，加油加油！我怕你会丢下去。狗狗，已经没力了。包子，哦，什么东西啊？在吃包子吗？讲话，吃东西，吃饭，很烫，不然呢？很辣很辣，不然呢？很烤，很烤，很爽，不然呢？然后猪，猪，鼻子，大猪，麝香猪，什么东西啊？猪啊，牛。那你比什么啊？那个猪还是什么？口渴，3只，3只小猪。我有比3呢。啊，我看到3了，我以为你说3个字。我以为你说 OK。什么3只小猪？恭喜阿伯快、阿伯娟、阿二比各加1分。第二个任务係水球大戰，先預告一下誒，有位3人要來挑戰，展現出一等讚嘅實力咯，連工作人員都願唔係見得數講暗讚，大家台看下係乜嘢咯？水球大戰限時20分鐘，各組同水球登入對方嘅球門，得分千多嘅水，得3人加1分，來年當年都算犯規哦。绿队的守门员是谁？红队的守门员是谁？好，准备，开始。加油！守门员赶快就位了，不然他们上球马上就别打我了！小黑果然厉害。红队得分，换边攻击。没有犯规的动作，教练就会开始扫球。红队可以抢球哦，绿色怎么保护你的球？又被抢走了。小黑要第2次攻门哦。教练，我
不走主动。教练讲话，那个这声音的犯规啊，小 A 现在要罚球哦。好，不要动，在那边射门。好，射。我最强的是那个丢水球。其实这个丢水球，因为我练手球跟躲避球，所以射中的几率会比较高。然后至于为什么我能那么快进球，因为我有去学游泳，所以比较强一点。他手球可以连接到很多球类，比如说，就是例如运球可以连接到篮球，射门可以连接到就是美式足球。他是一个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孩子，就是他自己知道自己在做，他也很清楚他自己在做什么。可是他有时候总是孩子嘛，孩子有时候就觉得说，你告诉我不行，可是我就是想要试。其实我们是希望他是一个活泼外向，然后的灵体感没有关系，可是都要局限在正常，不要影响到别人，然后范围里面。现在让港府表现到动赞了，风水样嘅得到1分。森林公園嘅千面嘅演舞係愛同將嘅景點向下翕相，也嘅演舞愛比嘅係方向感。唔過啊，還係有人較好青菜亂種、青菜亂走。森林公園翕相限時幾點鐘同景點翕相，其中有幾個地方有專門嘅同感花園。講出專門嘅同感花園，爭做地翕相，翕到最多景點嘅前3名會得到3到1分。嗨，我是罗云珍。今天他们要到台东森林公园，游戏中需要通关密语，我来教一遍，要注意听哦。调位，调位。小鸟，虎，虎，湖，凉亭，凉亭，凉亭，跳，跳，桥，竹叶，竹叶，竹，莲伐，莲伐，莲花，龍嘅，龍嘅，山洞，草原，草原，草原，森林诶，森林诶，小孩。请你用客家话讲通关密语山洞。龙啊，山东，龙诶，那个，好。这到底是哪？最近，等下我先看地图。我现在在哪？
哦，湖吗？啊，大声一点。湖。看我会在这边绕圈圈。我也是。这里有通蜂蜜、小鸟、雕诶。这个吧，莲花，研发。好。翕相任務前3名係阿皮燕、阿祖妹同阿伯快。今日前面嘅任務就係愛自家潛入去台東火車頭，結束一陣旅程。前面嘅成績每天天就會啲嘅。叫到名字的来领这张你的成绩卡。翁博君，谢谢。拿走。谢谢。你们手上拿的就是你们这2天的总成绩。知道哪3位晋级了吗？我没想到我跟竹伟同分，而且还是全部我们2个都第3名，所以就是觉得很意外。我觉得我表现的还蛮不错的，因为我就是来这边，我觉得我的耐力变好了。就看到其他的人，感觉都很厉害，感觉我应该不太有可能吧。结果这次得了第2名，很满意。公布成绩前就是非常紧张，然后呢，公布成绩之后就发现自己晋级了，就非常高兴。没关系啊，下次还有机会啊。恭喜前高分嘅阿伯快、阿皮燕同平分嘅阿祖妹、阿二飛是3人晉級。阿江富同阿伯娟未冇你啫喎，還要擺鋪分上嘅地飛啦。下二道意思，外國用火車來翻到了，為起來呢，堅強期待。我們如果是魚的話，我可能守得住。